这个歌好听，节奏也快，后面才快。吉祥盛唐。不要热死哦，我。那就加茶没吃完了。我里面加了fruit，哦，这个。昨天在忙呀，我说啥？现在我有时候来他们两个都穿的黑色的。
狗狗没带的。带呀，在这儿，在那边。他们来抱着耍。哦，还有8分钟。很迷的。现在早上可以吃那个大巴它不像小车这么顺畅。这样走了。好嘞，给我这个，他一直把我盯到的。这个方向好不好？这样抱好不好？啊，这样抱。啊，不错。我这传2个版本，加那个直播的3个版本，看一下那个直播的3画质好不好？这个超广角嘛，你看到应该比较远哦，感觉临场感应该不好。去船上去试一下吧。后面那个大叔穿好厚哦，戴帽子，戴了好厚的帽子。可以。好吧。我把屁股呢抬一下，不然它要掉下去。这个会，是大西澳跳的歌，也算比较老的。
啊，没有，他不会踢，他报的姿势不对，只能说。我那个快没电了，几啊？啊，这儿是4，还可以拍，应该结束监测吧。我10K6拍了94分钟，这个拍了93分钟。就是一个他拍的他马上结束了，马上结束了。对，还来还可以拍摄，还可以拍，刚刚9点半。再来一次嘛，再来一次，我看不会的话就是再不行的话就是离分。2万3可以，30块。昨天晚上你们记忆这么深刻，张小璐在帮着永州直播。哎，这为什么又重新放一次呢？基本上1周应该来个3、4次吧，2、3次。5年级，明年6年级。我没问他的信息，电话什么都没问，不要问他。